夫婦今天換我來接你。奶奶媽媽呢？媽媽說今天要工作到很晚才下班。晚餐準備夫婦喜歡的咖喱飯，和奶奶一起吃吧。吃完美味的馬鈴薯和紅蘿蔔咖喱飯，泡了暖乎乎的熱水澡，天空已經黑漆漆，月亮也探出頭來，但是媽媽還沒回來。夫婦該睡覺啦。奶奶幫夫婦蓋上被子，還念了他最喜歡的圖畫書，但是夫婦還不想睡，我要等媽媽回來。我想給媽媽看我的畫。秋，窗外傳來悅耳的鳥叫聲，陽光也從窗戶散了進來。夫婦一睜開眼睛就說我要拿畫給媽媽看，但媽媽還在臥室呼呼的睡着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太晚回家了。對了，夫婦幫忙做早餐吧，媽媽應該會很高興的。夫婦走到廚房，打開冰箱，他用力伸長了手，想話媽媽每天早上都給他喝的牛奶，然後聽到廚房傳來的巨響，媽媽立刻驚醒，緊張的跑到廚房問夫婦發生什麼事了。夫婦的話沾到牛奶，變得濕答答的，夫婦的眼淚也溢滿了淚水，濕答答的。為什麼媽媽不在夫婦的身邊？媽媽是不是不愛夫婦了？夫婦想一直和媽媽在一起。
呼呼呼呼，哇哇哇大哭了起來。媽媽緩緩的進了下來，緊緊的抱住呼呼。